5号下晡，市长会特别来到奇美学中心，来关心住伫咧台南的日本侨民接种 AZ 的状况，并借这摆机会，搁一摆来感谢日本。伫咧疫情爆发到9月，拢也是陆续咧捐赠疫苗到台湾，所以特别伫下晡安排时间来到现场关心疫苗注射。我们今天来看看一些日本的朋友们他们的施打状况哈。那基本上我们提出这个让在台南的日本人日本朋友能够先打这个疫苗哈。我们这当然是透过日本人协会他们的一个联系与安排。那基本上也尊重日本朋友的选择，无论是他们要在第几梯次施打，无论他们还是要优先施打，还是他们认为说除了疫苗之外还有其他的选择，我们都尊重他们的一个意愿当然这个部分是这样子，所以谢谢野崎先生、野崎理事长，谢谢奇美医院。然后我们今天特别来关心就是说他们这一波的集中施打的这个状况。这摆会当顺利予32个日本侨民安心来奇美学中心接种，爱特别感谢台南市日本协会的会长长野齐孝男的大力协助。过程中透过会长的协调，互做册真顺利。会长也表示，非常的感谢市长替台南的日本人努力甲关心。那所以还有台南方市长也是一直努力，建议中央要优先日本人施打。那所以今天的施打就是卫福部，还有日本台湾交流协会，还有台南方围着市长的努力，做得到的，很珍贵的机会，很感谢。我记得是我旁边我认识的日本人都说，台湾的疫情控制非常好，而且施打疫苗也是有听到日本人有机会有限施打疫苗的机会，所以我记得听到的日本人的声音是真的蛮开心，很感谢台湾的朋友，还有台湾的中央，还有台南方围的市长。那么我们很感动的是，日本朋友不要优先，他们是希望照中央的这个顺序那么个人的意愿来做选择所以没有优先。但是我们能够提供的是一个专诊，所以当时跟野崎会长讨论，野崎会长就说一定要照中央的规定，时间到了，那么来接受这个注射。所以今天是第2剂，那么已经符合中央规定以后，这个来注射这个第2剂的疫苗。我们能够提供的心意就是安排一个专诊，安排日籍的医师，我们骨关医师，还有这个通晓日语的医护人员来协助这个施打，表达我们的感谢。奇美学中心为特别应应这摆接种，特别安排留学日本的一般内科主任钟坤明，还有日本籍的医师骨关关浩，协同精通日本话的护理团队来协助接种的流程，更加接种的注意事项翻成日文。互日本侨民伫咧接种的过程中会当更安心。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